继续来看新北市一个男子刚走入去新店区的清潭堰来进行着危险的跑酷的挑战，而且伊阁把整个过程分享起伫网络顶，是引发着不少的讨论。这个男子挑战跑酷的所在，其实是水坝管制区。管理处讲，这行为已经触犯着水利法，照规定会当甲罚款。一个挺北体查甫人徛悬悬，跳过了徛伫通路这个栏杆顶，后来佫爬一个做一个庆祝的动作，这个行为让人感觉真危险。真的很危险，万一掉下去了话，当然是不应该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也算是公共场合啊。这个查甫人跑酷的地点本来风声讲是台中的石冈水坝，不过记者实际来到现场做比对，甲画面中的造型无同款。过我们的那个同仁的比对，然后主要有2个地方是不大一样。第一个就是影片上面的那个闸门，它是垂直式的，我们是弧形闸门。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后面有一个维修的一个那个建筑物的走道，我们这个石冈坝并没有。一个找到当事人确定讲，伊挑战的地点是伫新北市新店区的清潭堰管制区。伊讲都开始干那想要耍水尔，后来看无解看，想要挑战看卖。我知道那边确实是管制区，但是因为危险嘛，因为我知道说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知道那个距离是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其实我已经在旁边有试了很多次，而且都是安全的。针对民众走入去这个所在进行危险的动作，负责管理的北水事业处回应讲，若是入去到管制区造成破坏设备的话，有可能会犯着水利法，会使罚新台币2500块以上5万块以下罚金。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